珠海市區有個地方新樓只需19,000蚊起，你冇聽錯，係19,000蚊起，唔係西區，而係真真正正嘅珠海市區，就係三溪科創城啊！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一下，作為珠海最後一塊大型嘅產業用地，究竟佢有幾唔架勢堂？三溪科創城位於珠海香洲區嘅西北面，係正正經經嘅珠海香洲區，周邊有工業園同埋待建地塊。老實講，你買緊嘅唔係繁榮，而係買緊香洲行政概念嘅入場券。不過佢攞出嚟嘅配套規劃，比起好多畫大餅嘅盤更實在喎。坦洲新樓14,000-15,000蚊一平方，但係唔係珠海市區喎。珠海西區14,000-15,000蚊有交易，但係去珠海市區又遠少少。而三溪片區19,000蚊起，稍為貴咗少少，但係換嚟嘅係珠海市區嘅便利，真係實在好多。三溪科創城佔地14萬平方公里，隔創集成、隔創製造等產業園區已經全面運營。現時嘉里集團已經有員工進駐辦公，同時引進超過150間實力嘅企業，當中有百度啦、翠印科技等龍頭企業。未來片區規劃10萬家就業人口，有頂級產業坐鎮，大量高端人才進駐，發展潛力絕對係有根有據，唔係空口講白話。教育配套就有三溪實驗小學同埋附設嘅幼兒園，仲有鼎鼎大名嘅文娛中學都喺呢個校網區喎。呢啲配套都好受珠海家長嘅歡迎。醫療方面，揸車10至15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海人民醫院、三甲醫院睇醫生、檢查、驗身都好方便。環境方面，樓下就係三溪公園已經開幕，背後仲有鳳凰山，朝早晨跑運，傍晚山散步，退休生活都係咁啫。商業方面，規劃咗8萬平方嘅商業街，就係萬書溪里，人哋會叫佢做珠海版嘅太古里，已經起好，第時落街食飯、買餸、行街都十分方便。想去山姆會員店5分鐘就到。講到呢個片區嘅交通亦都非常方便，香海高速落橋位就喺樓下，20分鐘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，旁邊就係明珠高鐵站，樓下就有巴士返香港，去市區坐高鐵4通8達。可能你會問，咁平會唔會有人接盤啊？8至15年樓齡嘅萬科城、雲頂南山呢啲二手價都要去到17,000蚊左右。你依家用略高舊樓嘅價錢就買到珠海市區嘅全新樓，將來你唔住，愛嚟放租或者轉手，你都唔使愁啦。最後總結一句，如果你係香港退休人士，又唔想俾3-4萬買香洲核心區，咁三溪科創城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佢俾你用坦洲嘅預算換到珠海市區嘅醫療、公園、商業同埋購物便利。你對呢個片區有咩睇法？歡迎留言討論。